Hello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元朗站上蓋由新鴻基打造嘅 YOHO 系列啊！我身處嘅就係 Grand YOHO 10座嘅高層 A 單位，實用面積1734呎，係一個5房3套加2個雜物房一個特色單位，而天台啊仲會有個私人泳池可以俾你自己游水啊！我身處喺一個客廳位置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下個來龍。Go！入到單位內部啦，一個雙子門嘅設計，招呼朋友非常之有氣派啊！不過自己換翻個密碼鎖，入到嚟一個玄關位，哇！呢個客廳非常之壯觀，一排嘅落地玻璃，前邊左青龍右白虎，望晒整個山景，非常之多綠化，長度有7米，闊度接近有5米啊！呢度可以擺翻張飯台、圓台，12人10人冇問題。客廳轉頭睇，我哋睇咗個廚房先。廚房係一個 L 嘅設計，你哋嘅後邊咧會有個紅酒櫃啊、焗爐啊、蒸籠等等啦。而呢度咧，哇！煮狗大鬼絕對冇問題，切嘢睇住個風景，非常之舒服。明火煮食啊，雙門雪櫃絕對有嘅。而後邊仲會有個雜物房添。出翻嚟啦，咁啊最緊要個客廳啊嘛，呢度可以擺翻張L 甚至 U 型嘅梳化，電視櫃嗰啲睇住個風景睇電視非常之舒服。而呢一層咧會有間套房嘅，呢間套房咧放翻長輩房啦，咁啊唔使上上落落行樓梯啊嘛。嗱呢度咧出邊同埋上面主人房咧都會有個平台，加埋128呎，而全落地玻璃採光度好高，亦都可以望左青龍右白虎嘅山景啊。咁啊後邊咧仲會有個套廁轉頭補翻個鏡頭俾你。嗱呢度咧就介紹完啦，我哋上2樓。上到嚟2樓啦，呢對咧會有個後門嘅，可以出翻去51樓自己上嚟啦。咁啊上邊2樓咧會有4間房同埋一個雜物房啦。其實呢間雜物房咧可以做到工人房嘅。再入嚟繼續參觀下啦。咁啊有個少量嘅走廊位，睇咗間客套先。嗱呢間套房咧可以俾翻仔仔女女房，入邊咧會有個廁所浴缸俾女女浸下浴啦。入到嚟呢度可以擺翻個鞋櫃，Queen size 3邊落床絕對做到嘅。落地玻璃同樣都可以望到山景，哇！呢個景真係非常之綠油油啊！我哋繼續參觀其他房間。嗱呢兩間細房咧 size 差唔多，可以做翻書房或者擴大翻間主人套房都冇問題㗎。而呢度咧會有個客廁啦，咁啊有時朋友嚟可以用呢個廁所，到達主人房俾錢嗰個啦。你哋嘅右手邊咧有個 walk-in 嘅 closet， 可以擺翻男主人、女主人啊、個女主人包包啊、錶等等啦。而呢度乾濕分離、企乾浴缸嘅廁所絕對有，廁所係有窗㗎。嗱，瞓覺位置啦，其實呢度咧 king size 絕對擺到，擺翻個電視機 L 型採光，兩邊採光度非常之高啊！一起身，哇，睇翻個綠油油嘅山景，非常之舒服。咁呢間屋簡直係我 dream house。出邊仲會有個平台可以俾你擺下戶外台凳凳啊，睇下風景、傾下偈啊、談下心等等。而2層房間同埋客廳咧都參觀完啦，我哋再睇個天台個泳池。嚟到最後嘅天台位置啦，呢個天台有701呎，你見唔見到右手邊有個泳池啊？可以招呼朋友做翻個 poolside party。呢度可以 BBQ 燒下嘢食，而有個180度嘅環迴山景，睇翻個綠化，上面有啲夜景嘅話，非常之養眼。嗱，係咪好壯觀呢？元朗上蓋物業有交通，仲有個接近120萬呎嘅商場，接近400間嘅商鋪。配套食肆交通絕對有，如果想過嚟參觀下，歡迎下邊留言話我知。再見，關注加點讚，賣樓唔使煩。